我嘛想，你今日講 T-shirt，只有幾個數大頭，大頭我聽幾個數你？我無妙啦。唔是幾個呢？我俾聽下咧，日幾啊，硬鋼啊，佢彈啊，係咪？你我執未下，等陣啊！我執個了去一個嚟執。我個出攞吹呢，攞吹得了啊！食。咁係水呢話？配料。我個隻 pepper，看。哇，安尼搞一個。這邊唔是人落嚟 pepper 啊？哦。你是。我係厝啊，有整迄個 ghost chili 嘅，迄個 habanero。有，真正落嚟喎。哦。了我澳洲中啊，伊揾迄個 bell pepper 來食 ，bell pepper 也去揾來食。bell pepper 揾 habanero。habanero chili sauce。OK，開始打啊！真係話 Skype 個人夠講話。各位聽眾，歡迎人在那邊來學見的節目。這禮拜我哋來講幾個故事，特別我哋嘅幾個故事，我哋開始前就跟人講安怎保庇，安怎保庇，有人。美國的鬼就是特別請假按功夫，如果按功夫，鬼鬼看到唔敢來，本來學見的 T-shirt 一條40塊，一條40塊，我一上個背後啊去夾。我是攞 live 嘅人聽到，早上就食到辣。我嗰隻地盤都話。邊係少人嘅？係咯。那個阿漢。應該新加是呢度。新加本島講鬼。亂咯邊？有。我講幾個數拍廣告先，係咪俾 T-shirt 啊？哇！咖啡俾 T-shirt 呀？我特禮拜咧，我特禮拜 show 咧嚇，我有隻 special 嘅。我特禮拜咧，我看幾哪嚟 coupon 啊嚇。我就正講啊嚇，但是你用你個版咧，
你掉色摊考5塊3個定錢哈。before 你貴點先，特別你會聽邊啲學緊啊，就聽邊啲學緊南邊嘅 show 呀，我講了我冇播出來啦。對啊 ，so 這禮拜這禮拜過咧嗬，是邊啲學緊 BGHK Tibun TIBUN。靠幾把聲講出來先。阿 John confirm 冇？嚇 ？confirm 冇？冇咩 ？BGHK 基本有即係coupon咩？啊，冇個，我被 activate 個。OK。我特別等人的 show start。你對 live 嘅人未用啊 OK。live 嘅人未用，用呢樣 show poster 時間用。哦 ，OK。啊，看過了咯，看即係 show post 點先。冇人來呢個 discount 啊嘛，人較早買，人 before 3個月後就吞頭啊嘛。頭嘅冇買到嘛？頭嘅。我冇買嘛。當見人落嘅時就俾佢3個月後噶嘛。如果一禮拜客幾個，所以特別當然人放出去是愛啲貴3個月後啊嘛。所以人特別去買啊，order 特別。你 order 2條，我未記得咩細個。你 order 2條 T-shirt 啦 ，minimum 就係2條 T-shirt， 你睇。咩事啊？咩名啊？你忘記嚟講話啊？你那是 order 2條 T-shirt 咧，你就攤扣10塊，1條5塊。嗰邊是你 pre-order 嘅 pricing 就對啦，特別話 at least order 2條，了就要攤10塊攤扣。OK， 那是講我冇特別講伊 coupon 係做這裡啦，所以你特別去 try 看啦。講伊個冇嘅嗬，啊我 set limit 咧，那是你用過啊就冇啦就冇啦。啊我唔係講到這 limit 啦，冇關只這就對啦。所以那是你愛看咩看咩，搞推銷嘅話，我使去做 promote 面 shampoo 啊或者。OK 嚟講幾個數字。誒，等陣。BGHK Tibun 啊，唔係 Tibun 啊 ，Tibun。BGHK TIBUN。4號，今日我俾得寫起來。我今日我未記嘅。我就寫起來嘛。哦，你寫起來做咩？你當佢 order 你就免用咧，你就已經攤 discount 啊嘛。我就是有 special discount， 我講 for the first special discount 就寫起來咯。BGHK。Kalau one word 啊，冇跟冇 space 啊 ，BGHK TIBUN。你一把即係講很屌嘅人咯，當然聽到你。誒，特別人當然聽到就咩咧嘛，咯，當劍去買就談你 discount 啊嘛。或者是 perks for those who 未 who order 嘅人嘛。人都聽到人都談嘅 discount，當劍去買就談就是你上 discount 嘛。So 就講你咪買2條個啦，你當然買那個咪買2條，你當然買1條滿攤扣5塊咋。你貴啊3個月背後了就咪等一個。我比我特禮拜嘅 show 咧 every week， 我就考慮一個個。一定一禮拜我哋會其實個去啊嘛，特別我唔知個係咩個啦。你那會落個嘛？你說 confusing。OK， BGHK Tibun。係啦，講幾個數？有啲冇咩人嚟。啊，未必是新加坡人笨蛋咪嚟嗬。可能啊。嗰是呢個，嗰是新疆嚇，新疆嚟啊！你名咩？特別鳥，特別鳥。Garfield 是幾句 ？Garfield 你 mute 掉啊喎，你開聲。跌低人別。嚇？哦，跌掉人別嚟，哦，跌掉人別，歡迎。跌掉人別啊！買 T-shirt 未？哎呦，我 from 你嘅頭一個 program 聽到第3個 program 我知啊啦。
一两天还是一禮拜天就到呢，唔是接掉了。嚇，OK，得到禮拜天。了，嗱講嗰個故事，記得唔記？點解都講無聊嘛？嚇，講無聊講了嘛，了誒，無聊講咩？嗰個故事講了啊？有啦，有幾個啦，特別都是在我的幾個故事真啊地。了解呢啲咪係香港嘅，你係講乜？正當我爸爸講出嚟，嚇。不等我啲啲人別講先。OK，講一個了，接個阿行講。我講一個我的 friend 嘅啦，巴魯親正 gathering 都伊呢。嚇，你聽你講啊？羅肯教我講，羅肯講了你愛對出 on the way out。喲，唔得是對了。呀，對了，阿是一隻 food poisoning。冇啊，我人多得是人 gathering，特別有兩人有事，特別有兩人講地濟。然後往羅肯 another 冇事。攏真正是冇笨蛋咩？我講幾個數。冇啊，冇笨蛋啊，我人新派。哦，你嚟講下安怎？有一間呢 actually 真係個 travel 去人嘅 neighbor 嘅對面嘅泰國嘅。所以達到你 business street 呢，伊就大上 hotel 嘅。所以 hotel 呢真係食啊，差唔多達到你房間門有大貴啊嘅。所以伊就運管車貴啦，達到講聽朋友講達到有好幾隻。差少特別伊就無啦，平安啦。然後有一日咧，有一個 friend，伊講你喺 business trip 喎，我使對哦，先是有房間啊 ，double bed 啦，所以我會使大啦，免開鐳嘛。免家己個人住hotel。係啦，我哋講 OK 啦，冇問題，根本 OK 嘛。你講特別好。我坐我 girlfriend 會使哦，你講嚇？喲，你 girlfriend 冇問題，我是冇問題啦，咁樣我打波嚟掉。然後你講 OK on，所以人阿自己去啊，人阿主是到頭一名，冇事 ，OK。然後第二名是你，我嘅 friend 伊 business trip 伊 already 傾了 business 了，伊嘛。對嘢咯，所以伊嘛 meet 啲 friend dinner 了，就去房間了，然後人嘛開電視看戲咯，然後 friend 就到了面場，然後伊講我所以好像 feel 到冇咩好勢了，伊感覺到伊嘅右邊手有人撞了伊。然後伊就講查甫呀，還是查甫？查甫誒。然後伊講伊講嚟好勢了，伊唔係好鬼大句嘛？伊講我中意。你是到一間係你特別 travel 還是間？特別 travel 嘅。OK。伊無拄到伊嘛？伊講哇一班好勢啦，睇下 feel 到啊，想是有兩手撞了伊嘅兩邊手。哇！個無驚，伊個能冰啊？開冰咯！伊講哇，伊感覺歡喜了就。然後問題是贏咯，伊句聲啊袂叮當，伊講啊。然後伊就講。原來是安尼款嘅 feeling 啦。啊特別過咗一陣，伊就袂爽啊嘛，伊袂叮當嘛，所以嘛講盡量咯，起來咯。袂喎，然後伊問題是伊嘅 friend 啊，甲伊 girlfriend 啊，兩個大邊仔面床哦，佮甲你講換了了，佮看電視機哦，然後伊嘅 girlfriend 佮去 toilet 啦，然後出來 toilet 咯。伊 totally 啊，袂甲伊人 communicate 到啫哦。伊袂起咋，伊講搞嘢，伊講袂懂咋，然後那麼講，你特別愛罵臭話，然後伊有咧伊就會，甲你想講 release 你安尼款嘛。然後伊個辦事本都知哦，罵聲KNS 啦，你個了了。我睇就係冇作用哦。我搞曬，是唔是可能騙了呀？個名冇。個未喎。未解。
未到時咯，伊講未動啊，佢長條嘢啊，伊真係未爽嘅喎，你搞啦，你攰你啊，嘈啊，攰你跳起來就 release 咗就係，然後伊個 friend 甲伊個 girlfriend 同人扯講咯，你做咩事你發夢啊？然後伊規身汗咗就跳起來看到有兩人了。伊個心想講，哇！我喺香港咧見你明明困咗隻房間。哦，所以冇人講啦。冇佢人講，然後伊就講行路唔冇咯，發夢咯。哦。然後伊就冇辦法啦嘛，所以伊個在吃隻了，伊感覺上冇咩物件啦嘛掉，然後伊個在倒落去咯，所以already tired 啊嘛 ，from staggering 嘛，所以伊困咗咯。然後伊家己早起嘅時，伊咪請咯。然後伊就看到伊個 friend，甲伊個 girlfriend 落嚟，伊講對你 check out 啦，唔係多靜啊啦。然後伊就講做咩事咧？伊講冇啦 ，check out 先啦，我睇隻角度講，伊就心想，是唔是咱會做人，我覺得做人一樣都對要濟哦。然後人咪 check out 咯，然後人到 lobby 時，我 friend 咪問我，come on， 做咩事？安尼請講 check out， 伊講咋會啊？你咪是發夢咯，請啊嘛，對哦。然後你知哦，你發生咩事哦？伊講我咪困到對咯，困到早起請咯。你講冇哦，你知你做咩鬼哦？你大眠床啊！規人講嗰陣咯，伊講啊，伊到眠床啊，講啊下邊啊，然後伊我見叫袂請伊就哦，然後伊咪是講愛出去門嘅位哦，我那才哦，伊會離開就哦。Yeah, my God！然後我有兩人唔知阿祖啊，伊 girlfriend 問 boyfriend 阿祖啊，伊講啊，我唔知哦，伊個叫袂請啊，伊講啊。就見啦，咱兩人到眠床嘅位啊，叫掉，佢多冚起來，咪去踩伊。哎喲！然後佢哋踩起嘅時啊，我朋友伊那是無拉薩講伊有獎有棍樣有安尼款就。哦，然後伊講哇，伊講 experience 但係你講你叫伊講啊，無人其實我房間是伊嘅男朋友啦，唔是伊講啦。對，伊朋友講係講啊嘛樣。哇，幾離譜呢？你看。就是咯，伊講愛照顧唔是，無照顧唔是，特別伊袂出嘛，所以伊人個在面對啊面床嘅位啊。唔敢做副行啊。你伊成起小鬼名，伊家己冇唔知，你看那個你朋友。伊家己唔知，無講鬼名正長啊，伊其實啊個反正講話了人叫袂起伊嘅面嘛，所以就所然後覺得早起時人情講啊，叫伊咁樣 check out 啊。特別佢後啊，伊有講迄陣嘅故事，互人聽，人。嘈伊啊！講做咩事無？你較早甲人講啊，聽講啊，互人就車驚。有幾哩哦？就是咯，你使同人講嘅咯。然後伊講咗，無伊講咗隻故事是，我 another friend 就冇，伊就講伊咯。伊講啊，唔知我到底學咗白想嘅，因為我本是到學咗位啊，伊就上物件咯。特別伊唔是學幾隻啦，伊喺就冇嚟，伊個較好了。伊加伊個 friend。等保守，我韓成講那個到底嚟？so 我迄日去甲我用去伊個朋友。你嘅聲滴滴答答喎。了，伊個朋友嘅媽，就伊朋友會去咗上加拐杖安尼款下，愛迄個窗愛彎啲迄款窗落刮車刮袂成功啊，就浪去一個浪溝內面，一個真大嘅浪，一個江內面。所以伊個車咧就無啥物
quite serious 啦，but 攞嚟 driver 就無數咯。嚇， So 攞嚟 driver。不，攞嚟人啲車哦，OK，攞嚟 passenger 啦嚇。So 我就當嘅朋友嘅歌就無數咯。然後咧，伊個媽就講，迄個早起，伊送伊個朋友個歌出去嘅時，伊就聽到一個聲，叫伊跪掉，伊就跪哦，伊驚嘛，了跪了9個字。伊這朋友是到底馬來西亞人啊？伊個朋友是馬來西亞人嚟啊。了，伊這是伊朋友嘅媽啦，伊朋友嘅媽。朋友嘅媽甲朋友嘅歌咯，攏就拐正安尼是朋友嘅歌咯。OK。伊個朋友嘅媽就聽到講，伊看到伊朋友嘅歌離開伊個厝嘅時，伊就聽到一個聲叫伊跪掉，伊就跪哦，伊就念咯，念經，念迄款食咖嘅經啊，念。係咪係食咖？係咪物件冇明白？伊毋知迄 Christian 嘅經啊，伊講啊，伊就念了9個字，伊較起來哦，伊較覺得會使起來。I see。所以伊是咩念咩？伊是念咧，伊是 Catholic 嘅哦，是念 Rosary 啊？唔知伊蝦米 denomination 嘅啦。所以伊是聽到聲叫伊跪落去念經，所以念到 until 45 minutes 過40個分鐘過，伊加拉沙掉伊加平安，加使起來啊。了伊 apparently 伊人弄車迄個地方吼是真邪嘅喎，真濟人死過了喎。就講好彩伊念着經哦。是講若是伊無念着經來講，樣本會去啊啦個了。喲，你其實聽到嘅這最近啊？吹字拜年嘅時。哇 ！Oh my god！喲，了伊車，了伊樣個了有咁咪安怎起來啊？伊個唔知咧，拖起來啩。所以你即個澳洲中嘅這邊冇別個 friend 啦，咪是？有啦，伊人真濟馬來亞人伫迄邊讀冊。I see。哇，驚！即了是伊會樣幾歲伊會驚，哪會驚？蝦米啊？幾歲啊？伊哪嚟嘅？伊個朋友嘅朋友個？少年啊，20幾啦。蝦米人？唐人啊？唐人。伊個媽是 convert 嘅，家己 convert 嘅。I see。咗啦，所以 interrupt 啊，我對走先。OK，bye。係。แล้วOK，係呢事，就對佢直接安別。OK。如果講另外一個 hotel 咧，你住 hotel 咧。That's why 另外一個 friend 呢，係隔壁咧，伊就查某來，伊就講唔知甲伊住上 hotel 哦，因為伊本是去 Thailand，了伊本是住 hotel，but 伊個咧唔是住房間，伊是住雜間。然後 SC 你知啦，伊長 A 嘛，長 A 啊，特人講你長 A 啊，吼，你有安尼 heater， 安尼熱水啊，有風風嘅嘛，對。steam 嘅啦，就啲驚。steam 會驚到，然後都好伊就長 A 出來啊嘛。所以伊嘛會使講愛切伊個鏡，然後所以會看到嘛伊個臉嘛。然後伊 before 伊個手愛動時啊，伊會驚家己方向寫字啊。伊寫嚟泰國字啊。剛剛看到，伊就是不要讀，伊甲伊講啊，你寫泰國字我不要讀，你咪寫會使。伊個甲伊咁講就哦，係咯喎，你成日講嗰陣，呢度啊爆咗度啦，就係哦，撞出去外口，然後伊個 friend 呢度隔壁房，
卡梅卡甲真啊大聲。然後伊 friend 困就講你做事，我包大啦來催我嘅。然後伊講陪我啦，我嚟對去條我嘅衫，我唔敢對我學，我係當整一個人。你包咗大啦，大過口嘅學得路比卡梅就係哦。然後佢有時伊 friend 呢度，伊講嚇。安尼款嘅物件，佫叫我背，你對去學校啊？你講無法啊，無可能我包大啦嘛，對。然後無法咯，硬咯，買一邊財經啊，看咩啊，去 grab 伊個衫 luggage 個了，然後過伊個 friend 嘅房間位啊，唔敢對伊個房間了。然後我無甲伊講，做咩事都買去㗎。因為你根本佢起來已經寫咪是。係啦，嗬。就是講是小啊，看到怪甲對去咩，驚甲卡住呢，你講。下女啊是袂好啊。就是咯，你講好笑咯，伊寫咧泰國字㗎啦，你聊看唔知咩鬼啊。我都好聊。上次點解你個無地啊啦，多數卡？我每個人平時即平時而家有啲擺檔啊，我哋紅燒係紅燒我哋先擺。阿妹先知啊？包啊，多錢有人講就擺，對現在人啊，前人我講個 repeat 一下。伊即個日本囝未看，人有成個講，成個過未過新正時，人有成個講去拜你做工啊，是蝦米29名、30名是去拜做工嘅咧，有聽過哦？有啊，你講下。29名拜。有對落幾哦，有人都被鬼哦。冇，菜大家嚟試。做咩事咧？我把你個仔你都問係before 時就俾佢拜。於是拜作工嘅，可能都去成日 respect 啊。拜自己人啊。佢哋韓國人本身咧就韓國人冇拜自工，係咪拜作工？先正是拜作工嘅。我把你個仔講，我講你揾啲紅相嘅。拄到家己人嘅鬼 OK 啦，咪拄到別人嘅家己人嘅鬼。拄到攞 OK，攞就是講看到家己人嘅鬼，較驚咧，還是看到唔捌嘅人嘅鬼較驚？加了會驚啊！你是你唔捌嘅，係我都唔使講是鬼啊，你有可能。你都再講你 already 死去嘅人，你個見捌嘅人啊，再講死你都看到你唔是較驚。有可能我都去拜，只看到人，都唔是人嘅鬼，人都唔拜。你都看到你家己嘅你阿公啊，是嘛是？特別家己看到頭一道就是只錯者啦 ，maybe 都佢接來較好。第一驚就是唔論報面捌嘅，特別你再講死啊，個看到人佢哋就驚。特別新疆呢，少聽到人拄到鬼嘅，我真少聽到講新疆有鬼嘅故事。新疆是無講咧，笨蛋。所以你我新疆是都無聽到呢。I think 鬼部，特別有可能是新疆較昂滿啊人啊，個放炮，個穿紅衫，本來福建嘅衫紅色嘅哈，係咪叫咩啊？我穿你本來福建衫，其他佢有幾頂可能誒，我本來哦，咱去本來嘅時候，咱穿本來福建嘅衫，去雲頂看到鬼哦，咩雲頂？你都變成變成學嘅衫啦，人嗰陣變 surprise 變成嗰陣變成學嘅衫，奇怪，把你照嘅啦，人佢都看了。我就是穿我變成學嘅衫，頂住我去食點心嘅時候咯，佢就小英我去食點心嘅時候，我穿咗變成學嘅衫，我覺得問我這是咩嚟？覺得袂買哦。我當年特別 start take order 咧，所以我去 Malaysia 時我計買對那回人 ，because 真都冇嘛。所以我特別去攞就是愛訂嘅，嚇，那是你是 US 人愛訂，你特別另外甲我講嘅。
แล้ว我甲對嚟拍水款則叫咯。特別你往 size 啱啦，就日本鏡個了，要是上大，日本手上大，還是 OK 個了。但這啲啲 MB 咧，阿咪數，啲 MB 你在下邊講就頭晚啦，未 start 時咱講啊嘛，你 size 數啊。我知我記看啦，跟住個再講個 T-shirt 呢 ，from 你頭一個 show，until 第三個 show 我知個了啦。所以我只一人就所以只一人唔知個。because 我哋 episode 聽，我哋 episode 冇聽，我試過冇限制聽嘛。冇嘛，我是真冇用啊嘛。咱講起啊，伊個講起啊下掉，講起啊 ，BGHK 地本，直接出來啊。會好背啊，會好背啊。BGHK 特別那時攏聽得很掉，老免等啊，一頭，哎呦，死你看我迄個小影是我食了物件，我喙開空空，迄物件就去咧 podcast。頭擺我講到一個講到看到蝦米人驚啦。如果看到到底是看到識嘅人驚，還是看到無識嘅人驚？我驚是看到你成啊，攏捌去看咧老古早人嘅成啊，老古早嘅厝嘅是人做工嘅小影啊，是成啊穿嘅可能三角嘅布可能啊。你我驚哦！我白小影嘅哦。攏貴啊！我 feel 係咧，你就係去看咧娘嘅迄個 greenhouse 啊，是咩？唔是，你娘嘅咧厝啊邊啊，伊內面有咧，喲，伊邊就冇見哦，伊國早喺邊啊，伊邊就老國早咧。係咯。我就是看到咧，我驚啊。冇，即個看到個 OK 個，我第件是看到迄個。阿公阿媽嘅恢復食嘅啊，面大大嘅啊，你較驚啊！係咪阿公阿媽恢復食啥物件嚟？你厝人係你阿公嘅小英，阿媽嘅小英嘅種嘅啊。好啦。你講嘅時候，你人國家兩日有咩時間？你有咧開開資料教伊。冇，唔是，這是大喺貴邊嘅伊看呢啊！伊面即伊看呢，特別唔是資料教，伊唔是報實咋，即是成個樣翕小影伊面大大，佢成個插頭嘅小影咁啊，個插頭。定期小影。定期。係你驚啊？係你我驚。你啲揮棒嘅你度就借。嗱啲棒嘅我哋就揮棒啊！而家就講。係啦。你自己你看就看就上條路啊！哎呦，買搞到你爸都會啊！哎呀，啲人變叮叫你 wing 者啊！唔知啊，到時我唔知是愛多邊走，就是多邊老酒。呀，你自己捌經驗過啊？物件還是聽朋友講？你經驗聽幾告訴？就是無啦。你希望自己看到？係講嚟試。希望啊，我哋驚啊！你講講。你無想講希望看到嚟咁，邊啲學勁講咯？冇啦，我定估你事我。半件係咪講？我定估讀 DAR 嘛，水處嘅嘛。讀咩 ？DAR 係咩？college 嘛。BL 係咩物件？大 college 啊？到底讀咗冇啱啊？冇啦，我 KL 嘅。OK。係咯，我水處嘅嘛，然後我處。我第歲是講我房間嘅是第四間嘅，多啲樓卡嘅。然後佢堂啊，開起來就是人嘅羅朗後尾嘅。哦，你大 college 嗰邊是我到路馬來瓦蒂，我租嗰邊哦。馬來瓦蒂咯。哦，馬來瓦蒂地借咯。是啦，梗係衰呢。哎呀，我知馬來瓦蒂你我係高讀 MIA 嘛。
我第慘嘅時候，我頭一道搬去阿邊嘅時，頭一個禮拜頭一暝呀，我 roommate 就這樣了。喲！你係大上一間房啊，是大上一間厝誒，無上房。上一間房啊，困喺邊啊？呀對。即係我就請講咯，半暝啊，2點幾啊，一大邊啊為漳啊，風險。漳未？一時學房很漳仔哦。然後我好像請起來後，我叫伊後，伊未請，伊個到底漳咗仔哦。然後第件事咩仔哦？我人嘅房間第四嘛，所以落掉2層了，邊是一個3度咯。我3度了呢，伊就是門出去啊嘛。然後伊就是講了啊吼，我是哦，我以為袂請，我是我唔知擺咯。係咯 ，at the end 我先想，哎呦，唔係擺個好啊，我嘛要伊個大辣咯。然後伊開目睭仔哦，啊是說我無開會暗濛濛哦，伊開目睭哦，伊甲我講啊，桌頂有物件，桌頂有物件仔哦。呀，我較驚啊！我個唔敢看，特別個甲伊講無啦，無物件。然後我是冇幾長了啊，我冇看咧去開會咯。然後我開會時我看誒都無物件嘛。然後我佢講阿怎都無物件，然後伊就 calm down 了，然後加好勢啊，然後伊就甲我講，我應該是發夢啦，安尼看到就說，唔知是伊會曉發夢，伊就是伊會曉看到啊，咪互我就真驚就是咩，伊甲我講啊，桌頂有物件我知哦。喲！哦，然後我係頭仔一開就是阿妹咯。阿妹時啊，直直聽到你狗吠伊喵，你聲個了咯。然後我是唔是講，哇！我有一暝我應該是開燈看到物件徛啦，你看我死哦。你咪是特別 try 買看，你看買就買看阿妹。盡量咯 ，but the problem 是因為我人壓間厝只濟 student 嘅嘛，然後我人嘅 study 嘅桌頂個了啊，有啲是迄個去咧 kitchen 阿妹啊，然後阿妹門啊，因為嗰時候是開咗阿妹門嘅啫喲。所以我有物件咧看標過啊，我會看到嘅啫喲。所以我就打啊是盡量問題是頂個時個自然是個 ICQ 啊。check 個2-3點啊，好啊，好睇啊！我問你到啲乜啦？我啲下邊嘅時候，你聽到別人嘅故意告訴我。啊，是邊啊？下邊我算下邊嘅字。我算，然後咧嘛，18。啊，我知。啊，一邊有聽過咯，有一個 condominium 啊邊。伊人是講毋知倒一個 floor 啊，特暗暝有一個查某徛條。是安尼物件來，把伊是出現互人看伊徛條啊邊。哦，是 condominium 嘅啊？對，山頂嗰邊嘅。我個朋友嘅厝，但伊毋是 condominium，伊是厝，啥土腳厝嘅啦。伊嘅走卡我不講過一道，伊嘅走卡伊搞到暗暝，成個看燈人去點聲咗。阿妹是定到，唔知是7點還是before 新聞是做燈籠戲嘛？係點先嘅時，伊就出來咧，伊就查某穿黑衫嘅，就是伊就啲 kitchen 裏啊，伊就啲 kitchen 裏用時行過嘅時坐掉，看咯。了伊人伊嘅朋友個了，伊嘅朋友個了一陣人做來看伊無間有電視機嗬，搞落做來伊厝看電視機，伊甲伊朋友講，咱阿個看戲時買入去走卡就會啊。OK， 伊不做路誒。有冇朋友過嚟啊？係啊，咁樣行嚟看戲嘛。哇，看戲多貴，冇驚多貴。就是咯。แล้วอาจจะเจริญขอกวยแล้วตัวที่อีชูเอาไว้เนี่ยกันนะฮัสซีก็出來เนี่ย即係อ沙อกุน你知冇？你不應該買票啊，叫人就愛看到。係咪㗎？舊家接不能出來咩？
搞驚錢，搞到佢哋做啦。我唔知哦，我唔知 ，because 無大嘛，當然我唔知。等到大外國嘅朋友大是一沓名出來，上時間出來，我唔知伊still大朋友啦。就我想應該本是有嘅啦，一條是條去厝嘅嘛。特別無做，伊講講伊無成個驚人，還是蝦米？伊個特別有人叫一個，我講伊無成講嚇人，還是蝦米？伊是點點咧？到底伊個 kitchen 係幾條咧？可能咯。伊個所在來，你啱佢哋吉利啦，你講佢就係吉利啦。吉利啦，特別你無話你就。怪怪佢都兩隻豆腰嚟嘅咯，豆腰嚟嘅咯。無誒，一條點點啊！即我是徛條是行過啦，我聽人講。然後有一間厝，上一間厝啦唔知是上一個鬼啦。伊人佚佗迄個唔知是上一間厝，本特別是到底冇老我啲嘅，人佚佗迄個女啊，在你驚啊，靈魂啊。แล้วยังที่โถว่ามันสิโจเซียวแล้วจะกินนาพี่เหรอแต่สิต่อไปสั่งกินโจเซียวเนี่ยช่วยเจแล้วโจยังก็ไม่ใช่ชิวไม่ใช่ยัดชายหรือไม่ใช่เจ้าก็มาบุชับเยอะจะทำยัดเจ้านะฮะเนาะแล้วกูอ่ะเจ้าที่เหล่าติ้งอ่ะเจ้าที่เหล่าติ้งของแคมเหล่าคายลังตัวก็ไอ้ซีมจะมีชุดสูมจะชุดสู講ที่เหล่าติ้งอ่ะปังจะตัวเสียจ้ะ樓頂成間掂物件咧咋？因個咱咪規定裝起樓頂咯，一擺出去一開塞一堵啊，蝦物件啦，嗬擺出去外口，要跳落去樓下一條第二站啊。用擺啊？一擺不一擺出去迄個伊 balcony 嘅籬笆而呀，要跳落去，所以個了就要掠掉伊哦。咁啦，要掠條樣是撒砰，因為走起樓頂面是伊到啲標你要跳啊咋？了做。了要掠條伊咯，指條伊落來啊是成個蹦嘅呢，搞到落去啊，伊個熄氣啊，就肯定請起來是伊講伊知嘅了，伊講伊看到伊男朋友來掠伊，特別伊未 control 個機啲上會 Q 伊落去跳啊，咯。唔知是上一間厝啦，特別只隻啊都係，咪鬧我啲只隻啊喲！講厝講別了，特別正久啊，定畢業嘅久啦。係啦，炸公來啊，炸公歡迎，炸公都冇影啊，嘅啫。Hello，有啲冇影，真真冇影。你啲做咩？哇，喲，我同你講，走個上架人少啊呢，上架 crazy 那呢。做咩事？冇，炸起嘅事。炸起學堂對嚟啊啦。哎呀，真 lagging 嘅。OK 啊。connection 你好事啊 ，OK 啊。唔是。哇，today 炸起嘅事，我係搞佢夾膜了對來了，我過去看有啲auntie，了 after that 對來了過去test drive car，แล้ว對來我裝下小雜寶啊，你俾新車啊？未俾過啦，去看新車，未俾過。誒，家公。嚇，係咪？你頂當到底咪你去做工時啊？嚇。到有幾個告訴？但我哋講就咪鬧我啲位啊。大陸有幾個告訴啊？咪大陸講了咯，係你 highway 啦。highway 就講咧，我講過啊，食古以前。highway 啊？講你看到幾多人嘅啊？唔是，我係抹坐巴士看到一個迄個人講話㗎，嗰一個伊講有人起來迄個bus driver 嚟叫。了伊講係查某真水嘅，到啲迄個你挖迄個 tunnel 嘅位，你 stop 你車互你查某起來，了 after that 時過了迄個 tunnel，你行咗久。差不多要到太平啊！伊放啊你查某落again。所以啷個了有看到伊汽車啊？無人看到，
伊講嘢，嗰隻水穿藍色嘅衫個。你媽嗰陣時係你 driver 人。係 driver 解我媽講。冇，我媽，冇係你即係 young couple 即係 behind the driver。伊叫係你 co-driver 去教係你看你 driver 是有蝦米事，伊家己講話。哦。แล้ว伊個講個潮 ，that's why。哦，你成日解你幾講話啦，嗱。แล้ว幾買跌高伊啦，แล้ว佢講只借物件啦，只借物件講就對啦。然後 so the couple 真係 worried 咯 ，because 即係家己講話，so 叫伊個搭波嘅嗬，去後背去 wake the co-driver up 啦，แล้ว係你一個 co-driver 咪是妹咯，係咪數咯？你講大媽時都冇看到隻查某隻水去車穿 blue 色嘅衫。安尼啦。你大厝你無成日得你做工還是得你大你無有經驗嘅咩？我家己厝啦。得一間。我家己厝大啲舊厝我媽嘅厝嚟。哦，開始你幾歲？我20幾歲啊。迄一間唔是你大漢細漢嘅厝啊？細漢我無大迄邊，但係我有去迄邊佚佗，但係冇有去。你幾時有看到你個大漢嘅事？大漢嘅我做工了咯，但係是。特別你大下邊嘅啦，你幫下邊大。我大下邊嘅，但係我唔知講是物件嚟 ，because 伊無講互我看。正，伊 just 三個人搭過啊，咻，你看，然後邊邊，然後看到三個走過，然後去看，無半行。你依家呢？伊成日咻，那過你看是無看到正事。無半行。你看這個人怎？你無做人有人啊？伊無做亂，有一個位是查某鬼嚟。得啦，穿紅衫，穿紅衫，但係你睇咪是，食久啦，食久以前啦，แล้ว伊坐啲我隔壁厝嘅長，伊頂長嘅 branch 呀。一穿紅色嘅衫。唔知是雕阿毛。我唔知咯，我唔捌。because 一到嘅時，我搭佢偷篾我物件，偷篾我鎖匙啦，偷篾我閒喺邊嘅嚇，吹波嘅啊。然後自己我 friend 嘅 daughter，that time 我 friend 嘅 daughter was standard 5 or standard 6啦。然後我人哋講啦，安尼款 happen 了，伊嘅 father 會看到佢啦，所以講佢女嘅隔壁厝一個長。即叫查某穿紅衫嘅，搭佢嚟你厝做亂偷篾你物件。然後是，所以一個我 friend 嘅 son daughter，伊講 auntie next time if your things go missing you shout and scold that thing and tell her don't play the fool。然後咪是 actually whether 伊做小嘅話，還是有影我唔知啦。所以 the next time 咪是碰見我咪講咗大聲咯。然後有影啊。吹掉。入邊嚟嚇，係到佢 same place 咯。แล้ว我去白佢吹，我講伊咩啊？到對佢看伊係到對係點？但面是查某囡仔有接到伊爸嘅功夫本啊。Maybe 啦 ，don't know，but 伊 just 講安尼爾啦，出到講安尼。然後自己嘅事我會記講，我嘅 uncle 和我一張嘅囡仔嘅張。所以 quite late 了啦 ，about 5-6點了 evening 啦，所以我入嚟啊，我咪是去入張哥去屙坑，你帶你囡仔嘅張，你知啦。所以我 good 喺你 garden 啊，你喺你囡仔張落去啊，哇 ！suddenly 我 feel 上個 somebody 拍我頭殼呢 ，slap 你頭。唔是 slap 啊。真係大力嚟。我哋講咯，แล้ว哇 after that 我 start to vomit right there and ตัวที่係จังโก้เลย啦。拗喺邊啊！哇，別得喺你頭殼聽㗎，自己拗呢就係。所以話到啲去我房間開 aircon 啊，係咪咁了？我 still 別好事了。然後大概我頭殼聽我就 phone my friend 啊妹。
有時我頭殼聽啦，你來載我去 hospital，我未來嗰隻，但係伊講大媽你做咩啊？我講我去在哪啊？伊講你行張過咯，講嚇，你就我講我在哪張？伊講你在哦，你冇叫迄個物件閃，你冇玫瑰啊？冇叫伊閃一邊，你要去掘迄個，伊足幾步伊大邊看到我啲掘迄個坑，然後我張過卡咗伊卡，所以bandai我頭殼。bandai 啊，伊bandai我頭殼。哦。然後我係記咯，但係是。這是阿咩啊 ？like that's about 6點啦。即係我對到我大定對那5-6點我搞出門6-7點嘅啦。that's 我講暗啦。係咪講咯？我係記喺度睇嘅。有啲安怎解啊？唔好意思。冇我 I think after that 是我去 hospital 哦，去啦。我去 hospital 去拍針對嚟了，要學我啉。唔知念下面伊水為何我啉啊？然後 after that 是我 OK 啦，next day 我就 OK 啦。係咪水嘅？你去 hospital 有講到紅光湖嘅咩？冇啦，冇紅光湖，我係 friend 伊念水為何我啉。冇紅光湖啦，我上個 hospital 紅光湖係老官做曬工啊。就是啊，doctor 講係我 prescribe 你攞掉紅光湖。啊，你好先。你去你啱啱明啊，聽我紅光湖。冇啦，我 OK，係 yes，接住嚟係你。這是啲啲 M B。hello。大媽都講啊，你講啊，伊個物件係都對你有啊嘛，對哦。所以你應該講較濟咩物件，我 maybe 唔是你物件，伊物件來係你有。冇咯，我唔知咯。你話貪心啊？你話貪心，你就對嚟啊！佢哋是學路嚟講下，我袂你命。嚇，有事嘛？有可能伊去隔壁厝嘅嘢咧，然後順便幫你厝嘛？冇啦，講你看冇啦。驚咯！你個鏡妹，佢哋小都同你看到時，伊成啊，嗰啲你七隻馬掉隻面嘅都掉到地庫。我冇講，唔，即係我不記清白，我冇講嘅。明白，特別你 experience 有經驗過隻自己關。那時我會 feel 到，特別我未看到啦。你捌到啲 church feel 到人點啊？我捌到啲 church 會捌人做 exorcism 嘅時，我捌 feel 到。哦，講我看你 experience exorcism 咩？這是幾歲啊？你幾歲事？我真我做工真年啊。OK， 特別 still 特別難個。啊，特別難個，你係你人，係你見啊？我見啊嚟啊！查某見啊啦，10幾歲啊呢，伊成個有物件，然後我會 feel 上加魔鬼長啊呢，到底係你摸啊，你 neck 啊，後背啊，伊摸長起來呢，反正就紅起來呢嚇。安尼講會知啦，但是講有物件係usually 我會 rasa 到伊有嚇，我身軀真係重啊呢 ，you know really 重㗎，上加被無力啊呢，我就會知。講嗰邊有物件，但係若是講無呢，我就無 rasa 咯。哦，你成日叮當你看啊，叮當我講我行到去隻 restaurant 樓下時，我 feel 到後背正長嘅就是啦咯。了後邊會長了，若是無呢，是講係你物件是垃圾嘅，都是會長啊。若是講係你物件唔是垃圾嘅啊，然後你 feel 上加隻重呢，你 body 啊上無力嘅呢。哦。我會 feel 上加無力嘅呢，但我再講係邊有物件了。特別我本身捌看一刀。得嘞。嗰啲 Gurney Drive， 我捌甲你講過啊，這個 story。得咯。Gurney Drive。哦，那雜波喺哪裡？隻股以前我南西看，嗰啲就是南西梅咯。你 share 是南西梅講，以前有唔知係咪把住古龍嘅上面講，
你講你看到哪裡查某？啊，我想講是還啊查某，可是伊穿嘅衫是長長，了伊嘅衫是淡薄grey，藍伊嘅 grey 無 greenish grey 安尼你知無？無重嘅啦，you know，係你 colour 嚇。你行過係你行過街咯，無行到 side 你知無？彎角嘛，都可以要行呢。然後我就想，你來這還啊查某？我行可以要行過街咯，所以我看伊了，我唔敢看 ，because 半暝三更了，可能唔看了，人個了困啊，無阿解咩對，所以我無看伊，我行係你 headlight shine 嚟伊。哦。然後 shine 嘅時，伊嘅目睭看過來，伊無 nose 無mouth，tapi 可能有目睭呢。耶！伊嘅目睭比你目鏡較大粒。喲呢，多了呀！orange colour。耶！所以我知影我看到物件無好事啊！你唔是看攞 can 還是 can 啊？攞 can。哦，你係變攞 can 咩嚟看呢邊呢？攞 can 冇人嚟看呢。你個係花車啊？我唔使浪到嘅。攞 can。我就係走啊！我攞嚟隻 end 呀 ，because 我當見伊等陣我要出去。OK， 咩個有你去 church 啫。OK， 拜，感謝啊。拜，走學先拜。OK。你我看車嘅時候，我就驚講看車嘅時看到，唔是到啲外口看到，我驚看車看到到啲南面啊，你車南面啊，係你我就驚啦。但所以我最啲咯。係咪嘅？我講 sorry 啊你我 totally stop 車放了嘛在隔離嘅。別你安怎？你想看你看車一半啦，你看到你車內面有啦，你到底去路係你到底到路你邊樣？你在水地路？在。水地路，你到底水地路一半時，你咁樣仍然看車出水地路，還是落車了行到啲水道路內面？哇！我哋都係停車咯。你停車了落來時，佢較濟隻咧？你嗰咪嗰度用卡行喎？我頭時去一邊，根本就係架車。都是幾條路啦，但係都頂車就較驚咯。嗱，就是講都幾條路，後前後尾個車隊伍。冇車喎，冇車。冇車咧，完全冇車。哦，領導。冇車就你開咧都聽。特別你車啦，有一隻喎。你看到你車後尾有一隻喎，然後嘅路邊個無人喎，然後你咪落車呢？我見有時啲嘅路咁就係車你咁樣蝕得嘅啦，會有唔使那現在係暗房股啊，跳冇我驚啦，我第驚是等到我補習係我 Form 6補習嘛，補習是真正暗暝啊，大概10點咁樣我是幾點補啊？補到嚟暗暝 account class 補暗暝是9點幾個3點就鋪地。所以對過來厝，但係冇啱病，就是講去食物件就差唔多11點咁樣咧。然後過喺一條路水地路時，是真驚嘅。我個驚講看到驚，後尾個看到人，然後個驚講佢哋過佢哋，人講過一格嗰邊講呢，彎嘅時會看到即特別講嘅上面就啲巴肚會哭了嘅。我個驚我唔敢看，特別彎過時。我小學嘅朋友啦，伊大但冇啱嘛。然後伊就甲我講講伊行伊換車嘅時候，伊捌過迄個水地路，你識水地路？你點邊？你帶當到底淡仔講靠車學換車後邊位起嘅嗬？你後邊起，你起咪是車，可起到一站嘅時，你會看到一條bike落來嘛？他俾我攞咧，把肚滾等嘅，把肚中有一層嘅，嚇你，你特別轉turn left，你看車道邊一塊 sharp 嘅講，你想 turn left，他邊啦，伊講伊換車嘅時，伊換車載伊嘅小模樣，伊小模樣啱叫學嘅時候，伊講伊換過喺邊時，伊看到一個啥阿伯安尼，老阿伯，特別伊成個身軀攰攰呢，就啥？白
白白發貴呢，反正哦。你伊講伊上個伊拉曬是環哪嚟，寫青麻有青雙角嘅啊，แล้ว苦到啲你把肚啊，可以叫就喺卡苦就係咪嘅喊喎？แล้ว伊講伊看到咧，伊問伊大人，伊厝人講不要緊啦，伊是都人講伊是哦，大杜講，大白講，唔是大白講，大杜講，大杜講，青沙龍，嚇，貴啦 ，OK 咯。問題是，伊看了無事，個再 continue 畫車咯。好咯，好啊，好啊，OK，我唔知啊。我有陣時停車，我就是啊落來剎車。你停車啦，咪是講講玩意，你特別滑走去啊嘛？伊是到啲過口嘅嘛，搭把肚嘅。你所以學慢咯，因為聽咗隻 story 啊，特人看到啊嘛，就立腰嘛，就出事嘛。哦。所以第好就是。人哋請佢拍戰咯。哦，也請拍到好啲。就是點下晡拍節，特別車。就係咁樣講。車裏面是加係咪啦？一個另一個喂朋友看到大伯嘅，就是就住落本嘅咯，住落嚟啫。大伯啊，樣看起，你知住落，你看住落人你知，你阿妹看住落嚇，你會看到伊長啊。已經是扎起來一個落嘅了誒，所以你看伊 almost 寫隻大腦，你看起是成個小嘅 canopy 嘅，你睇到咋？伊大擺時，你嘅 motorbike 會開會拍較懸啦無嘛，所以你開會時，你會看到對面嗰邊嘅長頂嘅，你睇到嘛？伊成伊長安尼冚掉嘅頂，嗰邊。一路看到一查某就一白衫，穿白衫，頭毛長長，到底喺邊咧飄啊，到底就你長頂嘅。你驚啊？伊無有燈啊，頭有燈啊。伊無一頭去，迄個滑擺嘅人咧，加坐擺啦，兩人啦，滑擺嘅人加坐擺嘅人，兩人就在看到，特別伊買甲對面嘅，買甲一other講，伊驚。所以就同嘢亂咯，直滑個厝。我係記啊，樣來到我嘅厝，伊個唔是要來我嘅厝嘅咋，樣是大較遠到啲到啲即到落北行，無即到落北行，迄個至三九係咪？我三九係咪？伊到啲搭擺，一頭衝掉去，頭就我燒掉嘅嗬，就是衝來我嘅厝，所以就衝來嘅兩人。女卡手轉，然後問下咩事時，伊講伊看到，兩人都看到，我講人看到你白白，怎麼等嘅，到底咩票？好啊，我條摩托有燈嘅，我覺得也未看冇看到，我看到就條有燈嘅。哎呦，特別有燈你厝是黑邊喎，你厝是直直去喎。唔要緊嘅，我揾水學掉，我才甲對住。你直頭走就對啊啦，你後面叫打掉閃啦。OK， 我問你，你講你到啲學校啦，嗱，你到啲學校嚟啦，你會計啊換房間嘅上面？到啲換啦，我一頭叫嘢唔會去搞我叫垃圾出落嚟啊。但是你講冇房間嘅咧？冇房間啊，我 check out 啦。佢哋 lobby 死啊，關啊 refund 啊。佢 lobby。係啦 refund 啲 hotel 類都講見咩位 hotel 學阿 Ken 做啊都計套類嘢，咪搞我套類嘢。其實哦 ，hotel 就條 trap 樣事。hotel 冇法嘅啦，都會特間滿有，十間滿有。係啦。誒，你對得落誒？當然。拍正對。我拍正對，哦對，我看到另外大樓推住嚟啊，你嘛？冇我 friend 係小弟。佢哋另外跳舞係什麼啊？未記。佢另外打波啦，即係另外我覺得。唔知啊，新娘啦。哦，新娘啊，對，新娘對。係啦。
伊本是夠水啊，伊本是到 hotel 嚟做嘅，伊本是阿妹事啊，本是 hotel 啊，本是都啊，人拍電話嚟 order 物件，但係伊嘅 room 是無人嘅，冇人到嘅。關事啊，伊人阿妹接到呢份電話關事啊。樣哦，樣做 kitchen 入面啊，所以樣得到。阿妹 receptionist 會嚇，แล้ว伊就接到電話แล้ว就講I order 接阿物件，แล้ว伊 receptionist 得到就未去正看這 room 到底是有人多無人多嘅。哦，一個仔會成日直頭 assume 講送去，是送物件去啊。嚇，因為頂古就是背後 assume 了啊，送去啊。無人。結果是無人嘅。哦，因為這新嘅聽講喎。新嘅特別嘉賓喎，你明未？你明未？新嘅特別嘉賓，冇聲。Hello，我白嘅小英明未？啊，你明未？阿摩藤，阿摩藤，哦，阿摩藤，阿摩藤唔是新嘅啦嘛，阿摩藤是嗰啲學藤嘅朋友啊。學藤嘅大波朋友，朋友啊！學藤乜大朋友？學藤群啊！哦，嚇嚟，你講咪鬼啊？冇啊，我嚟聽呀。哦，阿莫聽我未錄，你若是特別開車，你在水地路。水地路在啊？水地路你開車水地路啦，若是你開車一半啦，你看到你嘅車後尾行下，看到你車內面有一隻物件啦，鬼啊，你會幫你車到啲水地路內面了走出來，阿妹啊嚇，還是一頭硬看甲出水地路。我係俾佢其他講，我都是住咧，交換咯車。哎呦，你冰佢又冰。啊，這邊內聲冇聽過轉過。哦，不，我用咗 speaker 除咗我咪等陣嚇。哦。了，係呐，你一個邊個去解講話過咯嚇？冇拄着會使你講講鬆鬆啊，只拄着嘅事。我講聽，你驚我一刀呢？我唔捌你驚過，我一刀驚呢，就是我家己大啲咧，嘟學刀去吉隆坡嘅。我一刀呢啦，我唔捌你驚過，我個冇看到，你知我是聽人喊到我驚，你知。頂到時落滾出來嘛，伊學刀啊。แล้ว我去水啊，個再講伊歷史，我去讀伊 review 時，就一人講啊，有咩聽到聲啊，有你 wheelchair 聲啦，有後面啊，你成個鐵嘅物件聲，可能講啦。แล้ว我就冇插伊咯，我冇 because of book 啊嘛，hotel 嘛，我發啊，我個舊位紙嘅走啊，嗰度就，แล้ว伊人兩人困一間，我家己困一間。แล้ว我就 try to 買到啲 hotel 就掉啦，我阿妹出交隨我朋友啊，我就隨個暗暗嘅，我講阿婆你過來啊，過來，人幫我時講阿婆你過來，咁我就隻大啦，人大拍殼咁我就早啲去咯，還是過叻滿係2-3點啊，都應該去我朋友個買喎，夜輪就家己去咯，去個電梯下邊嘅時，我接電梯啊，我計驚講去到我一隻樓是開起來是有人嘅，我計唔是有人有鬼。夜還是我驚好無啊 ，OK， 走去我房間，我頭一刀困啊，我驚㗎，我特別開火困。我係真係靠佢哋自己房間，自己房間困。人困了，我是2-3點阿妹啊嘛，แล้ว我開㗎，我房間嘅火面床頭，嗰แล้ว佢間開㗎啦，佢大火㗎啦，再間開㗎啦，開㗎了。唔是開冇用嘅咩？我唔知啦，我是講暗驚，較好佢攰驚咯。阿面攰驚，較好佢暗驚。嗰時攰看嘅面看嗰間邊個。呀，你冇暗嘅時個驚，我唔知到底你一邊邊哦，你攰看得到咯。伊根本有 uniform 白色嘛，會知嘛？有當時冇嘅，當時唔是白色嘅。哦，你又唔知咯。你 OK， 你想下，你先你驚就暗嘅位啦嚇，你先你驚 ，Hi boy。你行到一個暗嘅位，你行風險，你無看到物件暗，特別你耳仔邊啊聽到人叫你，叫你安呢？你是唔是較驚佢？你看到頭前一個人到一個鬼到入面？
我係講㗎，我看到驚過，我聽。你咁問哦。你是 visual 嘛？visual 你看到伊成個只公公嘅攞粒目睭爾，你袂識啊？你咁問咪看到就對啊？對嘛？你是聽是少年嘛？對，maybe 你是講成日聽錯物件。冇，就係明明咧，呢個咁解就幫咗咯喎。Bong 是 another story 哦。嚇！一講是 another story 咯。我都聽你聲咧，後你 feel 到人動你手呢？但都請講啦。唔愛出來嗰種，我較早嘛是互人嚇過。安怎？你是住一間厝咯，我講我住咧嘛啲啊。哈。暗暝半暝，我是2點幾，紅險人叫我。啲太陽別，我請講啊，佢請嘢，我講唔是阿妹羅人叫我個啊，你覺得叫啲太陽別啊？佢妹啫，你叫我佢妹仔哦。我請講啊，最少有人叫我佢妹啊，我試啊，叫我手靜聲啊，我就開咗房叫妹啊，原來是我 housemate。拍工啊，2點幾未記入鎖匙，伊講入鎖啊，哎叫我開門可以啊，伊講成個試，啲太陽別啊，你到卡門啊嘛，我講我嚇㗎，我破打，我講你就我大一啲哦，大啲阿妹落嘅就，一個驚你亂車別人啦，都是啊，伊都是互人車，甲人會開門互伊嘛，伊嘛是笑嘅，我就是走互人安尼款嚇咯。驚，我係厝頂到我到啲section 14呀。Section 14的 BJ 而已啦。SS 不是，是 SS 唔是 SS2、SS4 唔是啊？是 SS 係 section 都唔知我別記啊。伊是到啲係咧SS2 啊，唔是 SS2 就對面邊，伊就這邊邊 KDU 嘅邊。你阿爸 anyhow，伊嘅阿妹，不，我朋友就頭前嘅8人你冇看過佢嘛？伊拍 saxophone 嘅，走去車會伴 saxophone，呢時你叫，伊只咩啊？安怎只看就對嚟誒？而家冇啦，冇，呢時隔嚟夾攰啊，隔嚟咁講。伊算好啊咯，成個我 friend 呢啊，伊嘅媽貴先呢啊，伊人嘅客啲啊小姐啊嘛，做都係人照命哦，แล้ว照命แล้ว伊人有嚟夾大一啊嘛，伊人就走去啊位啊，開掉一個呢款刀啫咯，嘛仔多車位刀位時，看到伊頭先嘅馬橋了，喲。車講啊，車有攞晒錢啊，咁我邊佢講看到阿媽，佢講有看到啊，咁就一人看啊，車那邊嘅攞晒錢人白白看到啊，喲刺激，哦，然後未叮當，即係啲車那邊，等佢冇地啊，咁樣出來，哦，即係啊，即咩事？咁上個人看嘅。要幾時出來啦？自己嘛，冇法啦，但 OK 啦。OK， 我咪笑但，咱另外一 topic 有人哦，咱哋招人 dentist 有人講哦，你肯講個 dentist。為困擾咯，2點半了咯。哎呀，這咧就阿莫疼咧，阿莫疼正咧，這就是 dentist 有這物件講嘅嘛。啊，這阿莫疼嘅啦。哦，我食過隻冇糖嘅。當今都食生條呀。食 lollipop 咩 ？OK， 咁時候你聽幾個數 ？OK， 當那時講為大禮拜咧，我有隻 special code，我哋使去用 special code 嚟 order t-shirt 同 discount， แล้ว那是你當今後尾3個月8號
聽到你你就 come 去買免單 discount， 你 discount 較好 ，before 你 pre-order discount 較好貴咧，把隻貴啊3個幾好。特別講聽隻貴 episode 時已經貴啊3個幾好啊，但是無攤冇可唔可以使買40塊一條 T-shirt， 咁去買啦，對去邊咧學見嘅 gathering 嘅時候，人請嘛，食請嘅時，啊冇通食請嘅時都愛來哦，誒。哈，請呀，這個請呀，你看啊，來，起來，這是車的衫來好，車衣的衫，車衣的衫話請，誒，英國中來啊嘛，英國中 ，hello， 你兩個無聊㗎？啊，不會個 topic 個 ，one more topic 個 dentist 誒。good，我愛 join， 啊，好，我都對嚟啊，直頭啊，佢啊，你快。我去偷衫。啊 ，OK， 我誒 ，now 是幾個我講 wrap up 咧，是都對嚟 dentist new chat room，OK， 再去換衫先啊。阿莫騰個到底嚟啊？你個冇困過。OK 啊，你未了啊？啊，未整未了啦，你 watch out for the dentist topic 嘅。OK， 我對嚟。啊 ，OK， แล้วตอนนี้เจเลไปแต่แปลกแกเป็นเนี่ย就是ตามมาเจ้าขี่แล้วจางงละแล้วก็ติดเตียนปิดนะ拜拜。ตามมาก็จะเจอติดเตียนปิดนั่นเลยสิญี่ปุ่นเกี้ยแล้วก็อมอถึงแล้วอมอถึงเนี่ยซุยก็จีอี嘅超วิ่ง起來你太多條啊！你個咩鬼寫掉？個咩 size？ 你請咩 size？我唔知喎，我同啲 L 係等陣看下 M。哦 M 個時候多條，你就請 S 啊，你想3？我特別請 extra S。有啊 ，extra S 冇啊。Lady cutting 有。冇 Lady cutting 啊。Lady Gaga cutting。你家己日日都 cut 啦。OK， 各位聽眾，下禮拜咧，過來再見過啊！以及去邊邊咧學見 T-shirt 啦，對去邊咧學見 gathering 嘅時個單程，我看到咧水嗰度啲咧冇疼入邊。誒，我冇見到拍青波誒，愛來哦！拍青波係咪數？我唔知喎。嗱，一隻人別 gathering。Baby cycle。做咩是 baby cycle？ 我有 travel plan。哦，你 travel plan 啊？安尼佢好慢交過咩？That's why 啦，我同佢講嘅 business 嘅 trip 嘅。OK， 那是你下你來啊。好。請啊。OK 啊，感謝啊，下禮拜過來見過，拜拜。哎。OK， 我當機嘛，阿莫騰啊，我琴日嚇跌跌人別，你要困啊？跌跌人別。係困啊！少啊，就起2點係困啊。今日我就禮拜。function 節 ，sorry。OK， 唔要緊，不接來啊。OK， 拜拜。去 website 看 T-shirt information 啊。我就去鳥 T-shirt。OK， 拜拜。阿莫騰。我當然琴日好 ，Lucky watch out for this scene 嘅，即係 dentist 嘅。OK， bye。